要给放得严加点了。中江市长洲镇康宁村8所1楼人被业，人员被捕，指示就业。之前不这样的，发点事呀。长得好大呀，车都冲高了，车冲高了哟。宅男误侵了，家里面被淹了，没用了，救人团队车全部都没用了。非皮点儿的啊，板件的，他妈车都冲跑了，车都他妈的火轮冲跑好几个，车杆要冲翻了的，还倒着的，我他妈娘的，啊你对吧？这样的大车靠到，车冲翻了。已经满过沙发，站得离不过的抢救，康复。